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周末万科的消息又多了起来，当然主要是因为它昨天周五，万科多只境内债下跌，其中221万科06价格跌至57元人民币的纪录新低。此前万科公告称，子公司延长逾20亿元融资到期日期至2026年。22万科04跌超12%。至52.6，22万科07跌5%。美元债方面，万科旗下2027年到期美元债每1美元面值买价跌1美分至41.7美分，也就是万科的债券跌至新低。万科2025年进入偿债高峰，也就是投资者还是担心万科的财务暴雷，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可以说2025年一开年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就不是什么好消息，都是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万科债券市场说明一切，以前融创暴雷、碧桂园暴雷，什么那些房地产公司暴雷都会经历叫什么股债双杀，或者反过来说，经历股债双杀的房地产公司后面都暴雷了。那万科有没有经历股债双杀呢？那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看万科的股票，现在离它的最低点又差个10%，它现在应该6块8吧，最低点是6块1。债券刚才说了，它已经跌至新低，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对万科那是采取用脚投票。刚才说了，一进入2025，这个房地产企业就是叫接二连三的噩耗传来。融创也是，这个中国信达香港公司对融创提起清盘聆讯陈讯也就是申请破产。1月10日晚间，融创中国就清盘陈请一事作出回应。公告披露，融创收到中国信达香港资产管理公司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出的清盘陈请，涉及本金总额3000万美元及应计利息，这实际上不多，也就2个多亿。说目前香港高等法院已将陈请首次聆讯日期定为2025年3月19日上午9点半。针对该事件的影响，融创中国表示陈请的提出不代表陈请人能成功对公司进行清盘，公司不认为陈请会对营运造成实质性影响，不过可能导致其他债权人要求加速偿还相关债务或采取强制措施，预计无法在到期日或在相关宽限期内履行其境外付款义务。这个孙老板指出，浑身解数苦苦支撑了3年或者2年半，还是走上了清盘的道路，说明这2年多这么多救楼市的措施都没能改变房地产开发商的这境遇。从侧面也能反映出这个救市措施到底有没有起到影响，有没有起到作用。这个不是唱空，这个你去观察，救市救了3年，2024年1年全国各地出台的救市措施加到一起是780条，有什么白名单机制，对吧？又是什么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对吧？又是能贷尽贷，对吧？2023年呢是叫万箭齐发，大家还记得吧？2023年是各个银行表决心给碧桂园、给保利、给万科授信，咱们还专门做了节目，那授信都是几千亿的，就是这么精心呵护之下走到今天，这些房企一个个的还是要破产清算。为什么？这个孙宏斌已经给出答案了。融创的老板孙宏斌说，只要房价下跌30%，我们全部要完。孙老板一语成谶呢。我看有网友统计，大家看一看这房价到底降了多少。在河北廊坊国瑞生态城二手住宅均价为3850元每平米，较2017年历史高点下跌了83%。在江苏南通恒大威尼斯小区的二手住宅均价4838元每平米，较2022年历史高点下跌71%。广东惠州碧桂园十里银滩二手住宅均价4682元每平米，较2021年历史高点下跌70%。什么概念？这何止是30%跌了83%的，这是河北廊坊。当然了，房价的下跌也给我们老百姓的财产造成了大幅的缩水，因为中国户均是1.5套，城镇家庭一户都是1.5套，那这个缩水大家都缩水。有高盛还是华尔街日报算的，这轮房地产市值调整大概是缩水了100万亿人，平均每个家庭损失43万。每个家庭财富都缩水了。富鹏说过，因为财富缩水，所以大家这个就消费那就降级。本来的每天是星巴克咖啡20-30一杯，现在喝不起了，改成8块钱买1送1，消费降级。资产负债表收缩，就是因为财富缩水导致。那大家就倾向于用现金流来弥补损失，补这个窟窿。但是现在赚钱又难，对吧？不仅工资不涨，反而要失业，那怎么办呢？那韭菜只能节衣缩食，降低成本。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是不是就消费不振，内需
不振，通缩是吧？经济就持续的收缩啊，所以这就产生了叫恐怖螺旋。怎么打破这个螺旋？所以要动脑筋。经过这几轮降息，就2024年降息幅度是最大。按理来说，这么降息，那银行的存款应该不会那么飙升呢。但是我们各大银行的存款还在飙升。2024年存款规模多增25.74万亿，今年1月份又多增5.48万亿，这才10天呢。就按这个趋势啊，一个暗藏的危机恐怕就要出现。就在2025年刚开始的这10天呢，银行存款余额持续增长，新增5.48万亿，这个资金大量涌入银行，预示着经济有潜在的风险。但人们把钱往银行存的时候，实际上就反映什么？一个是投资渠道不畅，你理财不赚钱还赔本，炒股市现在这个样子，实体经济你开餐馆要倒闭，现在干什么黄？现在小企业都在关门，所以大家没有办法买房，你不敢买，买了房价也跌，买了之后你对吧？如果是失业了，你这个按揭贷款还不起，房子也没了，所以大家把钱不约而同的都往银行存。看我节目的以前就开始存了，就我们比别人要快，早几年就开始存了，是吧？当我喊出存工行、保现金、保工作，可以骗你的人不能骗你的钱，把按揭贷款全部还掉，对吧？这是我在3年前天天念叨的，这很多人听不懂，他问为什么要存工行，这就是应对通缩不得已而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比恒大更大的雷，就是比房地产这家公司雷还要大，涉及金额20万亿，一旦爆雷会引发房地产、金融、理财等多个领域连环爆雷。这个雷就是违规经营贷。这个疫情3年，国内经营贷余额从11.54万亿激增到21.94万亿，将近22万亿，翻了1倍。这22万亿什么概念呢？就大家对比一下，国内到现在为止，咱们房贷的余额，这么多韭菜买房还按揭贷款，这个房贷的余额一共才38万亿，经营贷就占了22万亿，不是占了啊，就经营贷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数，22万亿什么概念？这么多韭菜买房，经营贷本来是疫情期间为了帮助这个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解决融资难题，但是现在被滥用，许多拿到经营贷的人，他并没有拿钱真的去经营企业，而是留下了炒房、炒股、套利、利差、还房贷以及投资理财。最近有一些企业玩美元套利，他怎么套？那企业的现金流，他比如出口，他东西卖到国外去，那不就别人美元回国之后他不结汇，他存在香港或者是其他的美元账户，利息是4.5%或者4%，他就存定期。本来他这个钱应该结汇拿到国内变成买材料，变成在干什么？发工资、运营，他需要钱，但是他不结汇，他在那边存银行吃利息4.5%，国内他想办法贷什么经营贷，各种贷款，现在利息只有2%，你看看这两个息差不就2.几不就出来了吗？他在国内贷款，再加上现在美元是在升值，人民币在贬值，所以这种操作就变得越来越安全。过去你们担心人民币还升值，你不结汇，你赚了点利息，最后人民币一升值你就亏了。现在人民币是在贬值，所以你看变成这么一个安全的无风险套利，这就叫无风险套利。还是说经营贷，实际上这个有很多这个经营贷的资金被用来去炒房，很多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也能贷到经营贷与房产紧密相连，房价稳定或上涨时问题尚不明显，一旦房价持续下跌，麻烦就来了。银行放贷基于房产评估价值啊，如果这个抵押物的价值在缩水，那你还得要补充抵押物，要么就是到期之后人家不续贷了，要抽回资金。有些人没有钱，没有资金补充，那怎么办？那房子只能给银行，那银行拿这么多房子怎么办？拍也拍不掉。所以说啊，这个22万亿经营贷到底有多少跟房地产有关系？这个数可不小，这个暴雷后果可想而知。网上有篇文章，他说对于那些首务2套房产的家庭，李嘉诚给出了惊人的预言，声称其未来只有3种结局。哪3种结局呢？第一种结局就是房子的2次售卖会变得极为困难，这个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你这二手房很难卖，挂出去之后，除非你降价，降得比别人快，否则很难成交。也就这2年，这种情况已经露出苗头。大家还记得吧？927新政之后，10月份做节目，房地产节目里面，我都一直劝手上有房想卖的赶紧卖，趁有人跟你聊价格，趁有人愿意买赶紧卖，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你往后越来越难。这个时候你不能坐地起价。刚才咱们也介绍了是吧？河北廊坊、什么江苏南通、惠州，这房子这下降80%、70%，什么概念？对吧？按照李嘉诚的说法，未来这种情况还会更加严重，人们手中的房子可能会变成一种死的资产，就没有流动性，卖不掉。想要像以前那样通过买卖房子赚取差价，简直比登天还难。这个就对那些炒房的人来说啊，就是晴天一个霹雳。也是表面上看你房子还赚钱，你要成交，你要卖不，等你卖掉了，你发现你肯定是赔钱，因为你不降价也卖不掉。李嘉诚说的第2种结局
2套房的人还房贷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当然，这个2套房都是按揭贷款的，那你说那是叫越渴越吃盐。虽然大部分楼盘的房价都在下跌，但是那些早早买房的人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他们每个月还要还的房贷还是那么多，1分钱都不少。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多人收入变得不稳定，还房贷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时间的推移，房贷本金虽然在慢慢减少，可利息却依然不少，总的还口额还是在不断增加，就像一座越来越大的越重的大山呢，压得人喘不过气。那如果失业或者是降薪，这立马资金链就断了。第3种结局就是房租收入会减少。以前有些人条件允许的时候会用来出租，租金和房价成正比，这个指的恐怕是香港，房价高，租金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可如今房价大概率是要维稳或者是继续下降，租金相应的会跟着下降，租客们在租房的时候会变得更加挑剔，会对比很多家房子，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来房东的租金收入自然减少。这个关于房租在北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北京的房租租金在下降，而且房子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租。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京，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在北京生活成本高，待不下去。最主要的是人口出生率在下降，这全国都是这个趋势。所以即便北京房租都在下降，你说全国其他地方恐怕更困难。总体上大家收入也在下降，你说你房租不降，别人租不起。所以这个就提示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去炒房的，那不光北京的房租在下降，北京的居民消费价格也在下降。这是北京商报报道1号的1月11日，据北京市统计局官网，2024年12月，北京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 0.1%，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0.6%， 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价格下降 0.2%， 服务价格持平。12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4%，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3%， 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价格下降 1%， 服务价格上涨 0.2%。 具体来看，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变动情况。12月份，食品、烟酒价格环比下降 0.3%， 烟酒价格都在下降，这什么概念？茅台都卖不动了。现在高端白酒，茅台什么5连1，全靠厂家在控价，已经扭曲了价格，真实的消费意愿非常大。你看，说影响总指数下降约 0.08个百分点，主要是食品、烟酒价格降的比较多。还有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 0.9%， 影响总指数下降约 0.02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2.5%， 影响总指数下降约 0.02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下降 0.6%， 影响总指数下降 0.01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降 0.1%， 蛋类价格下降 0.1%， 其他7大类价格环比3升3降1持平，其中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价格分别上涨 0.4%、0.3% 和 0.2%， 衣着、其他用品及服务、居住价格分别下降 1.1%、0.3% 和 0.2%， 居住价格、医疗保健价格持平，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况。12月份，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1.9%， 比去年12月份下降了 2% 左右，影响总指数下降 0.44个百分点。食品中鲜果价格下降 7.3%， 影响总指数下降 0.18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下降 2%， 影响总指数下降约 0.01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下降 1.9%， 影响总指数下降 0.03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下降 0.1%， 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12.6%， 跟去年12月份相比，猪肉价格是涨的，影响总指数上涨约 0.08个百分点。这里面最主要的是食品、烟酒价格，因为它量大，权重比较高，烟想想酒，所以它比去年12月份它影响 0.44个百分点。有很多抽烟的人都能感受到，现在高端的烟不好卖，大家都在降级，开始抽10几块钱的。以往一到12月份年底要过年的时候，像这种高端的烟、高端的酒都是供不应求，你得提前跟人家打招呼，人家才给你留，否则就没了。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是高端的烟，人家是降价卖，要回笼资金。你看今年先是高端餐饮崩盘，上海上半年就好像1000多家高端的餐饮有一半关门。我昨天看有报道，人家收二手餐具的、厨房用品、二手设备的都干黄了，因为他收来很便宜，但是他卖不掉，因为没有人开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他也得搞仓库，他的资金要占资金，完了这个搞仓库还要堆，有人看着，完了他在运营，想把它卖出，但是新开的店少，人家即便要的价格也很低，所以连干这个二手回收设备的都干黄了。高端的酒是不是崩了？虽然厂家在苦苦支撑，这个撑不了多长时间，你只要再不买，韭菜不喝，它只能崩，就这么一条路。刚才说高端的烟也在崩盘，所以说这个叫食品、烟酒这价格在下降，而且权重很大。我记得北京市第一个宝马 5S 店关门
跑路，也不能说跑路，它爆雷了。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北京真的是消费出大问题。后来的北京的社零那个数据一个月的下降10%几，北京的餐饮就规模以上的餐饮居然不挣钱。你看今天北京市统计局给的数字，这就是通缩啊，价格环比下跌0.1%，同比下跌1.9%，连北京都出现这情况。北京、上海那是中国那算是有钱的地方，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我认为一个是跟房地产密切相关，就是买房子的和没有买房子的都勒紧裤腰带，没买房子的还琢磨着想买房，勒紧裤腰带攒钱；买了房子的那更得勒紧裤腰带，还还贷款。大家都觉得对未来没有信心，就要失业，工资要降薪。你北京的它受房价影响恐怕更大，因为北京的房子贵，你上海也一样，所以大家买了房子的玩命攒钱，没买房子的也玩命攒钱，那他就减少消费支出。以前喝茅台的也改成喝白零二了算了，对吧？以前抽华子的现在改成抽中南海，对吧？以前隔三差五上馆子喝一顿的，现在也1、2月不去的，对吧？也减少无效社交，完了去没有什么商务活动。上海的餐馆利润下降，餐馆倒闭，实际上反映的是北京、上海这种商务活动在减少。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这个有媒体报道，这四川观察呀报道说，1月7号江苏常州说一个女子入住月子中心4天，老板跑了，月子中心爆雷，老板卷款跑路。说这个葛女士刚入住某月子中心4天，就被通知月子中心的运营公司倒闭，且后续没有任何处理方案。记者了解到，该月子中心是全国连锁店，上海、浙江、青岛等门店也被爆出跑路。连月子中心这样的高端的这个场所，月子中心坐月子恐怕一个月的也就是说啊，恐怕得10来万，至少5万以上。连月子中心都爆雷，你说这是什么个情况？30天他才住4天就卷款跑路。有媒体说，这个月子中心全国有67家门店，得有多少人在里？这是月子中心，还有针对小孩的早教课的叫金宝贝，这个在10几年前也是非常火的，而且收费也不便宜。金宝贝我知道，结果你看有网友说啊，金宝贝也跑路。这个叫爱家月子中心的有网友说啊，我就是这场杀猪盘的猪仔。因为家里住不下月嫂，最后决定订月子中心，反复对比下来，选了离家近、环境好、设施新，并且价格便宜的苏州爱家瑞英月子中心奥体店。11月30号交钱时，特意查了企查查、天眼查，企业是合法合规的，没有滋生风险提示。1个多月后的今天，我成了这场杀猪盘的猪仔。说这一题国家反诈中心没有教过我，还有1个月就生了，这个人只是先交了钱，还没有去这个医院，这个就到产期啊，生完了再去住那个月子中心，结果那个月子中心就跑了。说整个人是懵的，说全款支付对于一个普通的打工待产妈妈来说是辛苦坚持3个月白干，今天是腊八，过了腊八就是年，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个年。说孕婴的钱都会被骗，这种环境到底谁还敢生孩子呢？骗子们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难道真的没人管吗？你看看，就在这种时候还搞这种事情，那你说年轻人更不敢生孩子，人口出生率还得下降。所以说2025年刚开年10来天就开启了地狱模式啊，就从侧面就反映经济形势它是在好转还是在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在什么想着房价还要涨，确实不好理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